過咗50歲，全身上下到處痛，既好一個實用嘅中成藥。藥店一般唔會主動推薦你，但係臨床上卻經常開。好多人上咗年紀，經常腰痛、腿痛、膊頭痛、膝頭哥關節痛。有啲朋友一痛就去做各種理療、貼藥膏，錢花咗唔少，經常係舒服咗冇幾日又開始痛啦。中醫講不通則痛，如果風寒濕邪入侵身體，阻滯經絡就容易引起身體各種疼痛。其實調理起身亦都唔使買成堆藥噶。記住，臨床上依家都用緊嘅5重總痛丁，細到腰腿痛、膊頭痛、關節痛，大到腰椎間盤突出、腰肌勞損、風濕關節炎、滑膜炎，甚至跌打腫痛、急性扭傷等多種疼痛都可以用佢。佢係有12味活絡通經嘅中藥材組成，具有活血散瘀、消腫止痛、驅風除濕嘅功效，邊度痛就噴邊度，用起身亦都好方便。如果屋企父母有腰腿痛等問題，不妨備上一樽。你記住啦。